我想問翻你咧，啱啱你入去係為咗啲咩啊？我入去係因為大概9點鐘左右喺西洋菜欄間見到一宗毆鬥案，咁啊見到有人涉嫌打人，咁所以我就要求警方去拘捕多位施暴人，同埋向警方報案咯。咁警方而家進度係點？我唔清楚警方有冇拘捕到嗰位打人嘅人，但係我已經向佢報咗案，咁而家都揾緊俾人打嗰個懷疑係我哋嘅成員。明白。咁今日你聯同本土力量啦，就喺西洋菜欄街度舉行一個唱大媽或者講大媽嘅行動啦。咁期間呢，就有施放咗胡椒噴霧啦，同埋警棍。咁你覺得今次嘅行動係成功啦，定係失敗呢？其實係失敗嘅，因為我哋原本嘅原意只不過係用音樂去趕走一啲大媽，踢走呢啲低質素嘅街頭表演。但係因為人多混亂啦，咁警方就無故拘捕示威者，咁拘捕咗多名示威者嘅，同埋警方亦都濫用胡椒噴霧，佢喺冇任何警示嘅情況下噴胡椒噴霧，而我個人亦都係上半身都中晒胡椒噴霧嘅，係啦，咁所以呢次行動係唔會用成功去形容。咁你事前你知唔知陳正深即係愛港力嗰班成員會嚟到呢？事前完全唔知道。係。咁如果你知道，你會唔會決定唔嚟呢度定係繼續呢？我如果預早知道嘅話，我哋會呼籲更加多成員同埋義工同埋市民出嚟咯。咁今日個人數大概有200左右啦。咁你覺得多唔多人呢？定係預期之內定預期之外呢？因為其實原意係只不過一場音樂會嚟嘅啫，咁唔係啲咩抗爭啊，又或者示威，咁呢個人數其實都係合理嘅。明白。咁有成員俾人拉啦，同埋有市民俾人拉，你嘅心情會係點樣樣？定係覺得唔應該俾人拉？呢一場係十分之憤怒嘅，因為原本係我哋個行動係一個和平嘅音樂會，但係警方就濫用武力去拘捕，同埋喺冇警示情況下施放呢個胡椒噴霧，令到大量嘅市民受傷，同埋造成一個混亂。咁對此我係十分之憤怒，同埋強烈譴責警方係無故拘捕示威者，同埋喺冇任何警示情況下濫用胡椒噴霧。咁同埋涉嫌打人嘅藍絲帶，而家未知道警方係咪拘捕咗佢，但係我哋就有一個成員義工係被打至而家去咗醫院。明白。咁你知唔知道或者實際嘅被捕人士同埋拉嘅會係幾多呢？暫時唔清楚。係，即係而家最起碼我哋有1個成員被捕。明白。即係去到呢一秒，你哋本文前已經一個成員喺警署，一個成員喺醫院。係。咁你即係你而家會叫咗律師過嚟協助？已經入咗去啦。明白。好，唔該晒你。